今屆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係31.9%，比上屆高1.7%，但實際投票人數比上年少3萬人。多次告急嘅民建聯直選得票比上屆少足足36%，周浩鼎冇咗1票選票，今屆票王不在。今屆票後就由參選新界東南嘅專業動力方國珊奪得，佢過往5次參選都落敗，形容係17年磨一劍。歡迎收聽2025年12月8號嘅 Rio 之聲，由 Channel V 嘅蘇麗珍報導立法會選舉消息。立法會選舉投票琴晚11點半結束，選舉事務處公佈地區直選投票率係31.9%，較上屆嘅30.2% 高約1.7個百分點。但投票率上升係出於選民人數減少，實際投票人數係1317682人，較上屆少32998人。大埔宏福苑所在嘅新界東北選區投票率係30.15%，係全港最低。投票率最高嘅選區就係荃灣葵青所在嘅新界西南。特區政府積極宣傳今屆立法會選舉，亦跟隨2023年區議會選舉做法，向投票者派發心意謝卡。最終投票人數同修改選舉制度之後嘅2021年立法會選舉相近。新選舉制度下，全港分為10個地方選區，其中9個選區都咁啱有5個人參選，只有九龍東有6個人參選成為例外。各區投票率亦都相當接近，介乎喺30.15%去到32.69%。投票率最高嘅係新界西南，有32.69% 選民投票，最低嘅就係新界西北，投票率係30.15%。以團體票為主嘅功能組別投票率較高，例如旅遊界投票率係89.6%。修改選舉制度後，新設嘅商界第3同科技創新界更加創下100%嘅投票率。翻查資料，商界第3嘅307名合資格選民係可以喺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投票嘅人士。科技創新界嘅71名選民就包括國家級科研平台、公營機構同專業團體等等，例如香港科技園公司。但屬於專業界別嘅教育、會計、法律同醫療衛生界投票率都唔夠40%。呢4個界別以往大部分時間選出嘅議員都屬於泛民主派。今屆廢票有42,213張，廢票率達3.12%，較上屆嘅2.04%高出1.08個百分點。當中新界東北廢票率最高，達3.45%，九龍東廢票率最低，有2.79%。立法會選舉結果公佈，現屆第一大黨民建聯喺10個地方選區全部取得1席，但多個成員得票大跌。其中大埔宏福苑所在嘅新界東北，陳克勤得票較上屆大減超過2.1萬，上屆票王新界西北周浩鼎得票更跌超過5萬。民建聯喺九龍東同埋港島東亦只係以幾百票之差險勝保住1席。而今屆票後要數到去參選新界東南嘅專業動力方國珊，佢獲得58,828票，創下佢個人歷嚟第2高嘅得票紀錄。本身係西貢區議員嘅方國珊，曾經5次參選都落敗，今次第6次參選，終於一吐烏氣。佢話喺社區工作17年，形容係17年磨一劍。民建聯喺今屆立法會地區直選派出13張名單，最終10人當選。派出2張名單嘅港島東、九龍東同新界西南都只係得1張名單突圍而出。顏汶羽、盧婉婷同埋喺選舉論壇上暈低嘅李青霞都落選。民建聯13張名單總得票係432473票，較上屆嘅680563票跌咗約36.4%，票數大部分分散去到其他建制派政黨，其中上屆獲得93195票嘅周浩鼎，今屆得返42347票，跌幅超過一半。去屆票後，李慧瓊得票亦都由95976票跌到去53529票，不過2個人仍然雙雙以選區第1名姿態連任成功。民建聯少數落馬嘅現任直選議員係九龍東顏汶羽，佢以24,250票喺該區排第4。民建聯另外1名候選人張培剛亦只係以282票之差險勝冇申報政治聯繫，但係獲現任議員謝偉俊支持嘅梁思韻勉強為民建聯保住1席。
其中港島東嘅李星霞以16,458票喺各區排包尾，黨友席潔玲就以358票之差險勝自由黨阮建中保住一席。其他政黨方面，工聯會郭偉強喺港島西選區以第3名落敗，告別3屆議會生涯。佢嘅黨友陸頌雄喺新界西北同樣墮馬，只係得23,282票排第4，不但不敵周浩鼎同埋接棒田北辰嘅實政圓桌周豪峰，得票仲唔及18鄉鄉事委員會前主席梁福元個仔梁明堅。至於新民黨喺7區出選，只有港島西嘅陳家珮同埋新界東北嘅李梓敬當選，其中陳家珮表示會以真誠行動爭取更多支持。喺立法會選舉投票當日，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多次告急拉票，佢斥責網上出現冇事實根據嘅抹黑，令民建聯選情危急。陳克勤特別提到大埔受火災影響嘅票站，話唔少災民前往投票，並希望新一屆議員協助災後重建。又指已經留意到可以喺大埔一啲特別嘅地段重建宏福苑，選舉後會向政府提出。佢冇透露特別地段係咩地方，佢身後面嘅拉票團隊亦都見唔到黃碧嬌。陳克勤強調網上傳言並非真實情況，亦一大程度影響民建聯選情，但重申民建聯喺火災後走喺最前線，攞住大聲公一路呼籲市民撤離，呼籲佢哋離開。災後亦都去到庇護中心支援災民，希望市民認清民建聯所做嘅事。陳克勤琴晚同大埔北區議員胡卓軒見記者，繼續見唔到黃碧嬌身影。而黃碧嬌過去同宏福苑嘅居民聯絡都係好長時間，透露部分暫住酒店嘅居民揾嬌姐幫手安置到去過渡性房屋，形容黃碧嬌係有協助災民嘅。對於黃碧嬌嘅最新動向，陳克勤表示黃碧嬌助選工作冇停止，但佢聲明係佢發㗎啦，佢相信佢有按佢嘅聲明去做佢要做嘅嘢。民建聯除咗選舉工作外，亦花好多心力喺支援災民嘅工作上面，形容屬於雙軌並行。佢最後再次強調，民建聯日後如果發現有任何人違法或者疏忽職守，佢必須接受法律嘅制裁。今屆立法會選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同2個現任議員容海恩同黎棟國都唔角逐連任，宣布交棒嘅葉劉淑儀連日轉發貼文為黨友拉票。結果新民黨除咗選委界嘅何敬康之外，7個議員參加直選，最後得2個人當選，其中1個當選者係跟隨葉劉多年嘅港島西候選人陳家珮。佢話自己一路都係跟住葉太，會照顧唔同階層嘅市民，有嗰句講嗰句。以新民黨名義出選，但葉劉就冇幫手站台嘅李梓敬，亦都喺新界東北選區當選，得票更加超越獲大埔南區議員黃碧嬌助選嘅民建聯陳克勤。新民黨今屆喺地區直選7個選區同選舉委員會合共派出8人參選，最終只有港島西嘅陳家珮、新界東北嘅李梓敬同選委界何敬康3個人當選，其中獲葉劉連日去到街站支持嘅陳家珮，喺港島西選區獲得30,033票，以4000幾票差距擊敗獲25,643票嘅工聯會郭偉強排名第2，但得票仍然較4年前葉劉嘅65,694票減少超過一半。陳家珮當選之後發文表示多謝市民，話佢得票反映市民支持同信任佢同新民黨，承諾以務實工作回應民心，以真誠行動爭取更多支持。葉劉琴日去到中環扶手電梯為陳家珮站台，二人以唔同嘅語言向途人拉票。葉劉不時揮手致意，表示請支持2號。佢晚上就去到屯門公路巴士轉車站支持新界西北候選人金文峰，不過後者最終輸咗。葉劉淑儀拉票嘅時候承認市民受宏福苑火災影響，未必有心情投票，不過話可以理解。喺選委界方面，24名循選委界角逐連任嘅現屆立法會議員全部取勝，得票最高嘅係從旅遊界轉戰選委界嘅姚柏良，獲得1397票，最低票當選嘅就係廣東省政協委員吳英鵬，佢有1002票。警察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今屆參選立法會並且成功入閘，報名嗰陣獲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譚慧珠現身支持，佢最終得到1067票當選。
選委界1500名成員琴日以全票制方式選出立法會90名議員當中佔40席嘅選委界議席，即係由香港約0.02% 嘅人選出44.4% 立法會議席。今屆嘅選委界有50個參選人，較上屆少1個，當中24個係現屆議員。上屆喺選委界落敗嘅盧維斯、盛智文、黃子謙等較受關注嘅落選者都冇再參選啦。多個政黨派員角逐選委界，其中民建聯嘅8個候選人全部當選，包括現任議員何俊賢、陳恒鑌、葛珮帆、林琳、陳仲尼、陳永光以及新丁朱立威同洪錦元。葛珮帆當選之後發文表示多謝各位支持同信任，承諾繼續推動創科發展、環保、低空經濟、婦女權益等等。昔日循新界東選區晉身立會嘅葛珮帆亦都表示對大埔宏福苑火災感到痛心，表示將會杜絕圍標陋習。其他建制派方面，工聯會今屆派4個人參選選委界，但係副理事長馬光瑜同埋曾志文都低票落選，其中曾志文淨係得793票，係今屆50個候選人當中得票最低嘅。2個現任議員梁子穎同黃國就勝出選舉。經民聯梁美芬、冇政治聯繫嘅何君堯、管浩鳴、陳曼琪等多個現任議員亦都成功連任。至於選舉焦點之一，參選功能組別旅遊界嘅劍后江文蔚喺176個團體登記選民155人投票之下獲得131票，以84.5%得票率大比數擊敗對手馬日超晉身立法會，成為今屆最年輕議員。江文蔚自11月3號報名參選起，只係喺11月20號嘅選舉論壇面對公眾，但當日完場之後冇回應傳媒提問，淨係透過社交網站公佈政綱並且上載2條短片，表示初心係建設同服務香港。佢話之前作為運動員，好感恩有機會成為港隊代表，所以退役之後佢一直喺度揾唔同嘅方式回饋社會。又話過去1年喺馬會嘅工作，讓佢見到旅遊業嘅魅力同潛力。旅遊業從業經驗近乎係0嘅江文蔚話希望運用自身嘅經驗同經歷推廣旅遊業發展。佢承認係政治素人，但覺得可以以持平嘅心態幫助業界，意味住佢冇包袱，一切都係新嘅。正係辦理緊取消加拿大居留權嘅佢，又表示自己有國際化嘅教育背景，習慣接觸多元文化，期望成為政府同業界溝通嘅橋梁，同業界書寫新篇章。大埔宏福苑大火當日，江文蔚發文表示哀痛，之後就再冇更新過佢嘅專頁。其他功能組別結果都陸續公佈，新思維狄志遠放棄連任之後，佢所屬嘅社會福利界有3個人角逐。民建聯嘅朱麗玲以723票排包尾，社聯行政總裁陳文儀以2179票當選，得票率係42.2%，呢個界別投票率就係46.02%。翻查資料，陳文儀曾經以掌權名單參與2016年選委會選舉，被列為民主300+名單之內並且當選。佢當選之後曾經表示，長者同樣需要民主制度，唔係蛇齋餅糭。漁農界現任議員民建聯何俊賢今屆轉戰選委界，佢留低嘅議席由黨友陳博智以及冇填報政治聯繫嘅楊順進角逐，最終陳博智獲得82票，以3票之差險勝楊順進，為民建聯保住議席。會計界民建聯現任議員黃俊碩就獲得3618票，以700幾票差距輸俾冇填報政治聯繫，喺選舉論壇上表明自己冇外國國籍嘅吳錦華。承接往屆區議會選舉做法，每位選民都可以喺投票之後獲贈心意謝卡。不過坊間琴日發現有市民就將心意謝卡擺喺網上買賣平台 Carousell 出售。早前多個商戶都公佈會向持相關贈品嘅市民提供優惠，亦都有部分大企業響應政府呼籲，員工可以憑心意謝卡申請投票假期。有網上買賣平台用家陸續轉售相關贈品，價格由幾十蚊不等。部分開價更加炒到去1000蚊。另外，廉政公署琴日拉咗4個人，涉嫌喺2025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喺社交平台留言，煽惑他人唔投票或者投無效票，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7A 條。4個被捕男人年齡介乎33至41歲。今集嘅 Vio 之聲就嚟到呢一度，更多報道可以去我哋各個社交平台繼續收睇。我哋第2日繼續 Vio 之聲。